风台马外日是经过美国关岛、透风、落雨、地区，当地有真侪所在拢停电。气象局表示，咱台湾这礼拜天气还未受到风台影响，若可能要等到后礼拜一、拜二，才知影风台敢会扫入来台湾，到时嘛有可能会发布海上风台警报。 强风甲铁片吹落去，结果击到停车场2台轿车。马华风台日时侵袭关岛，威力相当是4级飓风，整体风速达到每点钟236公里。这种的强风大水雨，予当地5.2万户，敢若1000户有电。总统拜登也宣布关岛进入紧急状态。 The president approved an emergency declaration for Guam. FEMA, Coast Guard, U.S. Army Corps of Engineers, and the National Guard. Mawar now leaving toward the northwest, still again with winds of 140 miles per hour. It is expected to go into another round of intensification. 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关岛可能会有几落天，甚至几落礼拜拢会断水停电。当地顶一届拄到类似的情况是伫1976年。若是马华对风台影响，为上新的气象预报来看，上关键的时间是伫29到30，也有可能要伫后礼拜发布海上风台警报。 周日、周一开始呢，马华台风会往北转的这样的趋势，往北转的角度就决定了它接近我们台湾的这个距离呢，跟它的影响比较高的几率哦，是接近我们东部的外海之后，再朝着东北方向远离。北方的这个太平洋高压的势力有没有办法在29号、30号的一个比较明显的减弱？如果有的话，它往北的趋势就会比较明显。暴风圈啊。 对我们这个东南部还有巴士海峡的海面，可能会稍微有消到一点点海警的这个范围啦。专家也指出，29进前路线拢正稳定，往西北西方向移动，一定28下晡开始，因为外围环流瓦近会带动东北风，和线风这一边落雨。暗过东北的时间甲方向拢也有变数，也是爱持续观察。记者综合报道。